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啊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今仔日咱来开讲一下台湾茶。真侪做茶专家，对茶研究的专家，因拢有写册，讲台湾的茶200年前就已经销世界啊！啊，即马台湾人咧听茶，有几句啊口诀，国情啊讲，互你大家鼻芳一下。毋是讲我足敖的啦，讲到茶当然爱闻一下芳味。一句就是讲，咱伫咧泡茶的时阵，甲茶叶面入去茶果，烧水咧冲的时阵，就爱悬悬啊冲，因为这茶叶还未开啊。你烧水若悬悬啊甲冲落，茶叶会散。啊，毋过即泡茶，你讲40秒、50秒浸落去了后，你要停落茶杯，都毋通悬悬啊冲啊哦，你爱加加啊停。因为茶叶已经散，茶味已经开啊，你要停落茶杯的时阵，爱安尼，茶喙尽量接一个茶杯边，加加啊停，才袂互即个茶芳四散去。所以即句话人讲叫做“悬冲加停，止咳生丁”。当然后壁即句是讲倒句的啦吼。啊，听茶原来有听茶学问。今日若讲一个人要对3、5个朋友，来，大家拢来互国情啊，请啉茶。我一摆就爱听3杯、5杯、6杯的时阵。听茶要有听茶的技术，人讲叫做关公顺成，过来才韩信点兵。啥叫做关公顺成？每一杯你拢甲听到6、7分甜，袂输敢若关公夜刀伫咧顺成共款。5杯、6杯做一摆甲顺好到6、7分甜甲到了后，搁刷落来，你就爱拿韩信点兵咧，一杯一杯，才豆豆甲煮来到8分甜、9分甜，才芳互人客。啊，是安怎都爱安尼生？煞毋知影讲，即个茶到底会当请5个、请6个，有时啊袂分配，咱都毋知咧。所以爱分配，互伊平方。啊，过来，过一句俗语话，咱换来讲俗语。一句讲卖花讲花红，讲卖茶讲茶芳，这原来茶的俗语。啊，毋过这是以早啦。即马即个网络的时代，啥物资料查无？你若毋是正经讲，确实表现有够遐，你要靠卖茶讲茶芳，已经无才调共煽动咯。啊，另外搁一句俗语，讲人来才扫地，人去才停地，就是讲哦，做代志毋通做迄落毋着时的，咱着爱着时着准。即两句俗语讲来到遮，国情啊，啊无刷落来，你要讲啥？国情啊，搁做味菜，互你摇好无？做一个原啊，甲你提醒讲是甲茶有牵连的味菜，这是咱兜的器区啦。可能家家户户家家拢捌看，你甲想看卖，甲摇看卖哦。讲啊悬。薄啊矮，讲啊放药互薄啊短，这要要啥？若咧看网络直播的朋友，尽量去写字留话，甲咱的小编大家开讲，互开心花，